全能嘅神滿有能力智慧，藉住頭嘅恩膏，讓我哋透過同在上者嘅聯繫、接觸、親近，恩膏從上而下，滿滿嘅傾倒喺我哋身上。但係人能唔能夠珍惜同埋找緊呢？得恩膏嘅秘密就係在乎我哋嘅內心能唔能夠就光。感謝神將 Eddie 成為我最敬佩嘅家主，恩典活泉嘅生命透過 Eddie 每一次嘅家聚分享當中，都會源源不絕嘅澆灌喺我內心嘅裏邊。唔單止係因為神話語嘅亮光，而係最吸引我嘅就係 Eddie 就光嘅生命。尊重領袖，跟隨領袖，效法領袖，呢個就係恩典活泉嘅生命。咁多年嚟，不論衣着服飾、嗜好、飲食、分享嘅風格，Eddie 都係不斷嘅向在上者努力嘅效法同埋跟隨。佢願意放低自己，謙卑自己，向神所命定嘅領袖學習，在上撒好種，在下收百倍。咁多年嚟，從神而嚟嘅高升、羊群嘅愛戴、婚姻嘅美滿，各種各樣嘅美福，追隨住呢位甘心被神、被領袖帶領，受教於神所命定嘅牧者。佢為教會、為羊群鞠躬盡瘁。神嘅恩典、恩膏、恩賜、智慧同埋能力，唔單止充滿佢嘅內心，亦都令佢嘅生命流露出一種好獨特嘅王者風範同埋氣派。Eddie 家主唔單止係一個恩威並重嘅領袖，佢更加係我嘅好父親。我記得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我要留喺屋企休養我嘅身體，佢俾我嘅來電慰問、短信嘅支持鼓勵，令我感受到一份愛嘅溫情。喺我差傳到加拿大嗰3年嘅裏邊，每一年我都會同柏安翻嚟香港去休息度假，而 Eddie 喺每一年我哋翻嚟香港嘅時候，都會邀請我哋去佢屋企食飯。佢嘅接待，佢嘅關懷，令我感受到一份慈父嘅溫馨。Eddie 對我同埋柏安就好似一家人一樣。感謝神，神透過家聚呢個家庭模式，讓我哋能夠彼此相愛，彼此扶持，建立一種好實質嘅愛。呢份愛唔單止滋潤我嘅心田，更加令我嘅屬靈不斷嘅長大。咁多年嚟，我藉住從在上領袖身上不斷吸納恩膏，成為我屬靈生命成長嘅催化劑。呢份嘅栽培，呢份嘅亮光，從神、從領袖身上邊源源不絕嘅，我得着呢份嘅供應。我不斷嘅支取，我不斷嘅吸納。感謝神，恩膏從上而下，願牧者能夠做到嘅，Eddie 家主都能夠做到，而我亦都能夠做到。我知道神向誰多給，亦都向誰多要。讓我繼續嘅努力，成為眾人嘅僕人。讓我咁多年嚟，從教會，從呢個家庭當中，不斷嘅吸納呢份嘅恩膏，能夠一一轉化，成為祝福別人嘅生命亮光，讓神得着最大嘅榮耀，讓人得着最大嘅祝福。感謝神。